针对魏全龙重返中华职棒，鼎新集团3董魏英冲今天与中职会长吴志阳正式会面。鼎新预计会在4月中缴交加盟企划书，内容必须包含主场规划。鼎新发言人欧阳少伟坦诚压力很大。吴志阳表示，今天双方谈得很开心，并建议鼎新集团4月中送加盟企划书，并在4月底透过常务理事会审核。在这之前，吴志阳会帮鼎新集团安排与4球团代表见面。他说，一方面当面表示诚意，或是大家可以一起做什么事情，如果有要修正的也可以先讲。吴志阳说明，会先让魏英冲与4球团老板见面，用聚会参叙的形式，还想安排鼎新的职棒筹备处与4球团工作团队碰面，让他们得以请教。吴志阳说，筹备处要处理的事情也不可能叫魏董来问，就让团队之间来讨论。今天双方会面时，也有谈到主场部分。吴志阳笑说，我今天发现魏董都能掌握，因为他有看我的，这个我谈过很多次。欧阳少伟则指出，魏英冲先生要我们用科学化验证，有很多因素要考量，团队有很大压力，因为有一定的时限，我们会再密切跟会长请益和讨教。欧阳少伟表示，加盟企划书必须把主场因素考量进去，包括台北大巨蛋、新竹、高雄澄清湖都在考量中。他说，新竹和澄清湖魏英冲先生都去看了，上周末也有去天母棒球场看球，但评估还是交给专业团队。今天与吴志阳会长会晤现场，任中杰资深顾问也有在场，很快会跟大家报告。